师傅，来尝尝，用酱烧的鸡块。我还是第一次吃到用宝剑斩的酱烧鸡块呢。啊，好吃，好吃啊！哎，马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今天怎么变得如此斯文了？哎，师傅让你吃饭呢，去。来，马童啊，快尝尝。对了，马童啊，你给我学学，今天那个卖假货之人是怎么吆喝的？啊，师傅，师傅让你说，你就说呗。就给师傅表演一次吧。是，说就说。这个他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师傅，我真学啊，这，哎，学吧，买都敢买，还不敢说啊？好，那就学。这个是这么说的：南来的，北往的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真正的青铜好赛道。这个绝对是剁骨如木，易如反掌，炭火冶炼，祖国制造，不好不要钱。这个一把上好的菜刀，纵横千年；一把上好的菜刀，只卖5个刀币。给你老娘买一把，给你娘子买一把，快来买，快来买，一会儿就卖光了。结果啊，买回来的是把断刀，卷刃刀。上当的人还真不少。马童啊，你要记住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师傅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美妙动听的话不可信，可信的东西不需要好听的话来吹嘘。其实啊，经商和从政，隔行不隔礼。真实的言辞不华美，华美的言辞不真实。以诚待人才是基本。品德高尚的人不会能言善辩，只是尽可能的帮助和给予他人，这样自己就得到了充实和满足。今天那个卖假货之人，因为骗人，虽然获得了一时之利，但最终失去了诚信，迟早会吃亏的。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师傅，凡小事都能悟出大道理，真厉害。好了，快吃饭吧。吃完饭，我还要去守藏室呢。各位，此次刺杀姬猛之事败露，姬朝殿下现如今已被天子软禁在府内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太傅，在下有个办法能救姬朝殿下。快说，什么办法？今陛下新辞，姬朝殿下毕竟是陛下爱子，
若潜意得利之人向陛下进言，陛下定当放过姬朝殿下的。不可不可，这次刺杀姬猛之事败露，陛下对姬朝殿下一直在怀疑，在这个时候，陛下是听不进任何人说话的。不然，姬朝殿下毕竟是陛下爱子，若以父子之情打动陛下，陛下定当放过姬朝殿下的。况且，刺杀之事，陛下只是怀疑，并无实据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但派何人去劝说天子？劝说之人不能是姬朝殿下的人，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去。而姬猛的人更不会替姬朝殿下说话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其他朝中大臣又有谁能为姬朝殿下说话呢？是啊，劝说陛下之人，须与朝某二位殿下均无关系之人，这个人选就难找了。在下倒有一个人选。谁？老子。老子？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！老子是一个淡泊名利、与世无争之人，自入朝以来，一心管理守藏室的书记，从未卷入朝内的任何争端。哼，他怎么能去劝说天子呢？正因如此，陛下才听得进老子进言。老子自入我朝后，陛下十分的敬重。他若去劝说陛下，陛下定能听得进他的话的。那好吧，我去找他谈谈。先生，你找我？好，张忠啊，这是要送到秦国的书简。刚才我大略的看了一下，有一些错误遗漏之处，你再仔细检查一下。明天派人送到驿站去，交给秦国的来使。诺，先生。先生，大夫宾起求见。哦，好，请他进来吧。诺。张忠啊，先生，这份书简你一定要仔细的检查，确定没有错误之后，用官封封好，盖上藏管的印签。诺，先生，那我下去了。去吧。好，宾起大夫。老子先生。宾起大夫今日来是要借阅什么典籍吗？啊，叨扰叨扰，先生，您这里是否有宫廷争斗、君臣相争的典籍啊？好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安排他们去查看一下。高伯，去后室查看一下吧。诺。宾起大夫，请坐。啊。哎呀，这藏馆和以前相比，真是不一样了。以前这里是杂乱无章，先生一来，真是焕然一新啊！哈哈，宾起大夫过奖了。这里
也只是多年来无人管理罢了。我也只是将一些书简粗略地整理一下，还有许多典籍需要重新编排整理。是啊，是啊。先生可知我为何要借宫廷争斗的典籍啊？啊，不知。唉，如今朝内争斗激烈，前些时日，姬猛殿下被刺，陛下将此事归罪于姬朝殿下，并将其软禁起来，也许会杀了姬朝殿下的头。啊，此事我已知晓。自古君若杀子，乃亡国之先兆。眼下周氏衰微，一旦陛下杀了姬朝殿下，那么周氏必将乱矣。来，慢点啊。好。把这柜子抬到西屋吧。高伯，来啦！哎，同心姑娘，有何吩咐啊？把那个西屋的房门打开一下吧。啊，好好。哎，走，慢点啊，小心别碰着。一旦周氏大乱，那么各诸侯国必将借机互相残杀，到那时，天下百姓就要受苦了。宾启大夫即为当朝太傅，为何不上见陛下，请他谨慎处理王子朝之事呢？唉，先生有所不知啊，不是我不谏言，只是陛下现在听不进任何大臣的谏言，一心要治罪于姬朝殿下。哎呀，我宾启也想不出救姬朝殿下的好办法，所以今日到先生处叨扰，查阅一下典籍，想学一学先人是如何处理这种事情的。据我所知，记载此类事件的典籍很少啊。请喝水啊，多谢。师父。既然如此，我怕是白来一趟了。先生，宾启也只好告辞了。啊，宾启大夫，慢走。先生，宾启大夫，还有何事吗？先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请讲。先生乃圣贤之人，陛下对先生十分敬重，先生能否去劝一劝陛下，放过姬朝殿下吧？宾启大夫，不用多说了。第二，
知道该怎么做。这，师傅，装书简的柜子已经放到西屋了。好，先生，您可要为周氏想一想，去劝一劝陛下，就放了姬朝殿下吧。宾启大夫，请放心，只要是对天下百姓有利的事情，李儿自当会去做的。多谢先生，宾启告辞。啊，慢走。太傅，老子是否会劝说陛下呢？老子其人智慧过人啊！我一开口，他便知我目的。只要是有利于天下百姓之事，他都会去做的。依我看，他也许会去的，但是他一个人去劝说陛下，这事儿还没有把握。唉，陛下是不会轻易放过殿下的。若殿下保不住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大不了就整个鱼死网破。太傅有何计策？今夜你安排2个人，诺。马童，马童啊，师傅。马童，你随我去一趟张忠家。师傅，这么晚了，去张忠家有什么事吗？我刚刚想起，明天交给秦国的书简上有一些文字不妥，我们去张忠家修改一下。师傅，你就别去了，我去把张忠请来。不，夜深了，张忠一定休息了，还是我们去一趟吧。哎，好吧，师傅。敲门。哎，张忠在吗？哦，来了。啊，是先生啊。嗯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好，张忠啊，明日要送到秦国的那份书简，还在你这里吗？在。哦。那上面有些重要的内容需要修改。哦，先生快请。嗯，请。哎，先生，这书简需要改哪里啊？好，你们来看，这书简上所写，我们周朝的官爵，自天子以下，分为5个等级：公、侯、白、子、田。
这里面有2个错字，白字应该改为薄字，而这个田字应改为南字。如果将这出了错的书简送到秦国，岂不有失我们大周的威信？先生真是精细认真之人啊！我们守藏室的工作代表着大周的形象，可千万不能有所怠懈呀。诺。如此深夜打扰了，我们告辞了。先生太客气了，先生慢走。请。师父，你这样日夜操劳，真够辛苦的。这是做臣子应尽的责任呢。师父，姬朝王子府到了，真气派。哎，师父，你看那2个是什么人？马童，嘘，没人，走，我们进去。走吧。哎。殿下，你们速去告知太傅，让景石山的人躲在那里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再过些时日，太傅之计实施以后，我自会安排他们入朝。诺，殿下，我们先走了。出去时一定要注意，千万别让人给跟上。殿下放心。老子先生，老子先生。长虹啊，你这个大乐师怎么如此高兴？难道有什么喜事？有一件大喜事。哦，来，快坐下说。老子先生，在下刚刚得知，在洛邑城西北20里外，有一个叫玉村，有一个叫春长的人，他祖传有一个书卷，是舜的手笔真迹。哦，若是舜的手笔真迹，那对于守藏室来说，可真是一件大喜事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只是那个叫春长的人，以为书卷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宝，出多少钱，他都不愿意卖啊。是否是真迹，只有亲眼见过才能辨明。长虹啊，你若有空，可否陪我一同前往，一起去看一看？好，好。有人在家吗？同心姑娘，晋国有书简来。好。公桑楚的信件。高伯，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嗨，
家里没人了，就我一个老头子了。桑楚大哥，哎，家里来信了。哦。哎，信上怎么说啊？我父病危，让我速回晋国老家。臣宾起参见陛下。起身吧。谢陛下。宾起啊，你有何事啊？吉猛殿下伤已痊愈。姬猛的伤好了。哎呀，那就好，这样寡人也就放心了。陛下，依臣之见，姬朝殿下是不是应该……姬朝这个逆子，这次寡人一定要治他的罪。陛下，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是姬朝殿下所为，不可轻易治罪啊。陛下应该听一听朝中重臣的建议。这样，你召集众臣到这儿来，明日，咱们明日再议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守藏使老子博智广闻，依臣之见，陛下应召他一同前来，听一听他的建议。这个你去安排。诺，陛下。海棠啊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等我把这些衣服都洗完了，休息一会儿啊。好。好，我们一起拧吧。用点劲儿啊。好了，姐姐晾那儿吧。好啊。看什么呢？姐姐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傻丫头，你才漂亮呢。等以后啊，你长大了，让爹爹给你找个如意郎君。坏姐姐，看我不抓住你！哎，别跑！哎，好了，姐姐不闹了。你以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郎君呀？我呀，我不告诉你。有人在家吗？谁啊？去看看吧。请问这是春长家吗？你们是谁啊？哦，我们是朝廷守藏室的官差，找春长有事。哦，那你们稍等一下。好。爹爹，老爷爷，您是谁啊？哦，我是老子。老子。啊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海棠。刚才那个是我的姐姐，叫梧桐。哦，梧桐，海棠，好名字。爹爹，我是春长，请问各位大人找在下有什么事啊？哦，听说你从地里挖出了书简，我们特意来征缴的。征缴？给多少钱？春长老伯，能否麻烦您将那竹简取来，
让我们先看一下。这，哈，老伯，梧桐一叶落，天下尽知秋。海棠花才开，满院春自有。您可是有2个好女儿啊！先生果然是博学之人呐。好吧，请稍等。有劳了。稍等。老爷爷，您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好，小姑娘，只要你勤奋好学，你也一定能够掌握很多的知识的。您请看。好。哦。哦。先生，这竹简。这竹简上的字，似懂非懂，好像是舜帝以其自己的口吻所写的，用箫来演奏韶乐的一些技法和道理。是不是舜之亲手所写？还是后人假托？还得细细验证才行啊。春长老伯，这书简您卖不卖？没说卖，也没说不卖。这啊，春长老伯，这份竹简，我想今日将它带回守藏室，细细的考核研究。这样吧，今日我先给您2串刀币，如果验定是真迹，我再叫人给您送来3串刀币，您看如何？这，爹，我们老子先生是当朝守藏使，德行高尚，请你放心吧。好吧。多谢。老婆收好。春长老伯，今日打扰了。回去验定真迹后，我会即刻派人将剩下的刀币给您送来。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啊！哦。爹爹，您真要把这竹简卖给老子爷爷吗？闺女啊，这东西是你姥姥传给我的。这种上古遗物，向来是有德人居之啊。我看老子是有德之人呐。这样，你上你姥姥那去一趟，看看他老人家是什么意思。我想，他老人家是不会反对的。王孙满因何未到啊？禀陛下，王孙满身体不适，未曾到来。寡人欲治击朝之罪，你们怎么看？陛下，臣以为不能治击朝殿下之罪。派人刺杀姬猛，难道不该治罪吗？陛下，知见而止，
没有证据证明刺客就是姬朝殿下安排的。老子，你觉得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？陛下，臣认为此事处理起来非常的简单。简单？先生请讲。善者无善之，不善者无亦善之。怎么讲？此事若真是王子殿下所为，这就说明这个人心恶至极。但陛下应怀容天下之心，以善对之，使之改恶向善，将来为国家所用。哎呀，先生之言，一下就解了寡人这几个月的心结呀！以善待之，以善待之。师父，桑楚收到家书。哦。家父病危，桑楚想回家探望。我很快就回来。桑楚啊，你的父母年迈体弱，身旁需要有人照顾。你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父母，不用急着回来。谢谢师父。自从跟随师父以来，桑楚才真正明白做人的道理。您的大道之学，乃治世治身之本，弟子将永远铭刻在心，时刻不忘传播大道之学。师父，您多保重。好。童心啊，你去取些刀币来，给耿桑楚。好。马童，师父，听说桑楚大哥要走，我来送送他。哦，不用了。马童啊，你去藏室找张忠取一些刀币，送给玉村的春长。师父，那本书简真的是真迹吗？嗯。师父，好，快起来吧。桑楚大哥，您多保重，多保重。先生，我走了。童心，你去送一送耿桑楚。是，师父。走吧。童心妹妹，请留步。好，一路小心，回去好好照顾父母。好，我这一走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。你可要好好照顾师父啊。好。